大家好，我是蘇文峰。睇咗幾十年面上人情冷暖，參悟過無數命理八字富貴禍福，見過太多人前半生風光無限，後半生落魄潦倒，亦見過好多人一生勤懇奔波，最終卻難享晚年清福。幾十年嚟，我始終堅信面相藏天命細節定人生，一個人一輩子的富貴層次、桃花運勢、晚年壽元、福報厚薄，從來都唔係憑空而來，全部都藏在五官骨相、神態氣場同日常習慣當中。程子丁收到一個令人唏噓又倍感緬懷嘅消息，我哋香港娛樂圈嘅傳奇大佬，人人尊稱一聲四哥的謝賢先生，以89歲高齡安詳離世，圓滿落寞一生。好多普通人提起四哥，謝賢第一時間諗到嘅永遠係娛樂八卦，係佢瀟灑不羈嘅情史，係謝家兩代人嘅娛樂圈風雲故事，係佢風流倜儻、緋聞不斷嘅過往，甚至淨係覺得佢係謝霆鋒嘅老豆，靠着兒子名氣被世人熟知。但今日我蘇文峰唔同大家講八卦，唔同大家聊娛樂圈是非，我深耕面相命理幾十年。今日專門從正統雙學實戰命理嘅角度，同大家深度拆解、徹底揭秘，點解謝賢可以風流一世、威足一生，縱橫娛樂圈70餘年，從年輕紅到年老，無敵之年依舊氣場全開、型格十足、瀟灑不減，當年遠超同輩一眾藝人。而最核心、最隱秘、90%世人都睇唔透嘅真相，就係四哥一輩子無論室內室外、日夜寒暑、切飯行路、出席任何場合，永遠不離身嘅黑超墨鏡。呢個看似普通嘅個人習慣，背後竟然藏住一門極深極高級、普通人根本參悟唔到嘅面相改運天機，亦都係佢一生避災擋煞、鎖住富貴、守住長壽福報嘅終極秘訣。從正統麻衣相法實戰命理格局嚟評判，謝賢四哥嘅一生命格絕對係娛樂圈乃至普通人當中教科書級別嘅大富大貴、大吉大昌頂級格局，係天生大貴自帶福報、越老越有福嘅上乘命局。世人大多睇到嘅只係佢表面嘅風光、表面嘅風流、表面嘅肆意灑脫，淨係羨慕佢年輕成名、名利雙收、情場得意，卻從來冇人深入拆解過佢面相骨相當中暗藏嘅晚年福報密碼、長壽天機、避煞招財智慧。普通人睇熱鬧，懂商學嘅人睇門道。四哥嘅面相格局、處世心態、日常習慣，每一處細節都係改運納福、趨吉避凶嘅絕佳範本。尤其係我哋中老年朋友想晚年安康、衣食無憂、人緣順遂、無災無難；年輕人想避難桃花、防小人是非、守住財運福氣，都可以認真聽完。今日呢期乾貨絕對令你受益匪淺、豁然開朗。喺我哋逐一同大家拆解四哥獨一無二嘅桃花面相、頂級富貴骨相、晚年長壽運勢，以及佢一生死都唔摘黑超，背後震撼全網嘅玄學天機之前，我先同所有老友記、新粉絲做一個互動。大家可以暫時停低喺評論區留言打出，你覺得四哥謝賢成個人身上最吸引你、最有型、最令人佩服嘅，究竟係邊一處？係佢到老依舊不直挺拔、不駝不塌嘅絕佳身形，係佢標誌性獨一無二嘅長髮造型，係佢幾十年不變、玩世不恭、從容淡然嘅神情氣場，定係佢一生豁達通透、不計較、不糾結嘅人生心態？我哋一齊用留言緬懷呢位香港娛樂圈嘅一代傳奇，致敬呢位風流體面、福壽相傳嘅前輩。同時我鄭重同大家講，如果你中意呢種明星面相深度拆解、實戰玄學乾貨，想持續學習防小人、守財運、避難桃花、晚年趨吉避凶、改運納福嘅實用智慧，想通過面相讀懂自己嘅命運、優化自己嘅運勢、改善自己嘅人生福報，千祈唔好錯過我哋頻道嘅乾貨內容，即刻點擊訂閱、點亮小鈴鐺，關注我嘅頻道。我每個星期都會定時更新最真實、最落地、最實用、普通人隨時能用嘅玄學開悟指南、面相實戰技巧、命理避坑知識，唔講虛話，唔講空話，全部係幾十年實戰總結出嘅真本事，專門幫我哋普通人趨吉避凶，守住好運，提升福報，順遂一生。首先我哋嚟拆解第一個核心天機，亦都係全網從來冇人講透，四哥一生最大嘅改運秘訣。點解謝賢無論何時何地、室內室外、白天黑夜、切飯聚會、出行逛街、拍戲、出席活動，從來都唔會摘下黑超墨鏡，甚至可以講係死都唔摘？好多人覺得呢個係佢嘅個人風格、明星包袱、偶像習慣，係為咗保持帥氣有型、維持大佬氣場，其實大錯特錯。
喺正統面相學當中有一句行內真言：眼為心神，主宰運勢，藏神則聚福，露神則招災。雙眼係一個人精氣神嘅總開關，係人心性氣場運勢嘅集中體現，更加直接主宰一個人35歲到40歲嘅核心人生運勢。呢個年齡段係人生求財立業聚福避實嘅關鍵黃金期，眼神嘅狀態直接決定你呢半生嘅禍福吉凶。而謝賢天生擁有一副極具殺傷力、頂級頂配嘅桃花眼，呢種眼型眼相喺相學當中係一把雙刃劍，利弊極為分明。好多人只知其利，不知其害。年輕時桃花眼眼神靈動，眼波流轉，氣場外放，代表天生觀眾緣爆棚，人緣極佳，貴人無數，異性緣旺盛。不管係娛樂圈、職場、商場，都極易受人歡迎、受人追捧。天生大名利，自帶財運，所以四哥10幾歲入行，年少成名，年紀輕輕就紅遍港澳、風靡東南亞拍戲，經商人脈名氣全部豐收，名利雙收，風生水起，完全係桃花眼帶嚟嘅先天運勢紅利。但相學講究陰陽平衡，過旺則衰，滿則必損。桃花眼最大嘅隱患就係眼神太過外露，陽氣太過張揚，氣場太過外放。年青氣血旺盛，身強氣足，可以駕馭得住旺盛，桃花只會得益，唔會受損。但一旦步入中年，邁入晚年，人哋氣血慢慢衰退，元氣慢慢收斂。如果眼神依舊過度外露，桃花氣場毫無遮擋，就會引發嚴重嘅面相反噬。輕則招惹源源不斷嘅爛桃花，無端是非、口舌紛爭、人際矛盾；重則破財漏財，貴人遠離，小人纏身，運勢起伏。更加會導致心神不寧、睡眠不佳，損耗元氣，影響壽遠。而四哥一輩子堅持佩戴黑超墨鏡，根本唔係為咗扮型，而係相學當中最高級、最隱蔽、最實用嘅藏神改運法系。民間極少人掌握行內高手先會用嘅頂級面相微調技巧。黑超墨鏡可以完美遮擋外露嘅桃花眼，鎖住眼部精氣神，收斂過度張揚嘅氣場，將向外擴散嘅桃花氣、浮躁氣全部收回體內，做到藏神聚氣，穩運擋煞。就係呢一個簡單嘅小小習慣，幫佢擋咗幾十年嘅爛桃花是非，擋咗無數無端口舌，避咗好多破財危機，守住咗一生嘅富貴氣場，亦都保住咗晚年嘅元氣同福報。呢就係點解佢縱橫情場幾十年，桃花無數，卻極少深陷輿論風波，極少因感情破財傷身。89歲高齡依舊，氣場強大，精神抖擻，眼神有神，完全冇衰老頹廢姿態，比同齡人甚至比好多50、60歲嘅中年人更加硬朗灑脫，全部得益於呢個暗藏天機嘅改運習慣。其實面相改運從來都唔係大家想象中嘅大動干戈、花費重金，反而藏喺日常細微習慣當中。好多普通人面相有瑕疵，運勢有短板，經常招小人犯口舌，漏財運，遇爛桃花，就係因為唔識得藏神，唔識得微調面相氣場。好多粉絲私下問我：蘇師傅，我天生眼神外露，眼型大桃花，容易招爛桃花，經常遇小人，無端犯口舌，存唔住錢，財運流唔低，應該點樣日常微調改運？其實除咗適當遮擋眼部氣場，我哋仲可以通過日常髮型修飾、眉眼細節調整、簡單微習慣輕鬆修飾面相瑕疵，收斂浮躁氣場，鎖住自身福氣財運，規避是非災煞。如果你想知道具體嘅實操方法，想學習普通人零成本就能用嘅眉眼周財、防小人、擋爛桃花、穩運勢嘅面相秘笈，即刻點讚、關注、訂閱我哋頻道。下期我專門出一期深度實操奸課，手把手教大家通過眉眼微調、日常習慣改運，輕鬆招財納福，遠離小人是非，守住一生好運，全部係落地能用、即刻見效嘅實用技巧，絕對唔會令大家失望。拆解完四哥藏神改運嘅眼部天機，我哋再深入拆解支撐佢一生富貴無憂、瀟灑體面、晚年福壽相傳嘅兩大頂級面相核心，就係鼻相與下巴相隔。一個人中年財運、一生財富格局睇鼻，晚年福報壽元厚薄，子女緣分晚年境遇就睇下巴同腮骨。呢個係相學千古不變嘅鐵律，準確率極高，人人都可以對照自查。首先講四哥嘅鼻相，佢嘅鼻梁挺拔，不直不歪不斜，山根飽滿隆起，無紋無斷，鼻頭圓潤有肉，鼻翼飽滿橫張收斂有度。呢種鼻相喺正統相學當中係標準嘅財星照命、富貴天成、頂級財鼻格局。鼻梁住一生事業運勢、貴人運勢、人生格局。鼻梁不直挺拔，代表一生根基穩固、志向堅定、做事靠譜、貴人常伴。
人生極少出現大起大落、破敗崩盤嘅絕境。不管時代如何變化，行業如何起伏，都可以穩穩立足，持續生財。鼻頭主正財，主福氣，主人緣。鼻頭有肉，圓潤飽滿，代表心地寬厚，心性豁達，財運豐厚，正財旺盛，一生正財不斷，衣食無憂，家底殷實，賺錢門路多，聚財能力強。鼻翼主守財，主夫財，鼻翼橫張收斂，代表守財能力極佳，財富穩固，唔會輕易漏財破財，賺到嘅錢可以穩穩留存積累家底。所以你哋睇四哥一生從來唔缺錢，使年輕拍戲爆紅，名利雙收，中年經商投資，人脈廣闊，財源廣進，晚年就算淡出熒幕，唔再剛強度工作，依舊家底豐厚，資產豐厚，衣食無憂，豪車豪宅錦衣玉食，一生財氣不斷，富貴纏身，完全係頂級鼻商帶嚟嘅先天富貴命格。而最值得我哋所有中老年朋友學習，所有人重點對照自查嘅就係四哥嘅下巴相格。商學有言：頭面看少年，下巴定晚年。50歲之後嘅人生運勢、晚年福報、身體健康、子女孝順程度、生鬱質量、孤獨與否、壽元長短，全部集中喺下巴同腮骨之上。下巴嘅形態、皮肉輪廓，直接決定一個人晚年嘅命水層次。四哥嘅下巴生得十分完美，下巴修長圓潤，皮肉包裹緊實，輪廓清晰，微微向前拱起，腮骨暗藏不外露，冇尖削，冇歪斜，冇鬆弛，冇凹陷，呢種面相係標準嘅。晚年得福清貴長壽，有人敬重嘅上乘命格，下巴圓潤有肉，代表晚年心性溫和，心態豁達，氣血通暢，身體健康，少病少災，福氣綿長，壽元充足。下巴微微前拱，輪廓端正，代表晚年底氣十足，氣場沉，身份尊貴，受人敬重，晚輩孝順，人緣極佳，身邊永遠有人敬重，有人幫扶，有人侍候。好多人誤以為四哥晚年獨居獨自生活，就覺得佢晚年淒涼孤獨無依，其實完全睇錯咗。從面相嚟睇，佢呢種下巴格局係典型嘅享清福命格，唔係孤獨淒涼，而係通透自在，無欲無求，遠離紛爭，清靜享福。佢晚年雖然獨自居住，但生活富足無憂，資產豐厚，衣食住行全部頂級標配，子女孝順懂事，時刻牽掛，親友晚輩對佢恭敬有加，悉心照料，買車送樓，財力幫夥，關懷備至，冇世俗瑣碎紛爭，冇家庭矛盾牽絆，冇錢財焦慮煩惱，自由自在，瀟灑通透，呢種晚年生活先係最高級嘅清福，係無數人求之不得嘅晚年福報。反觀生活中，好多人下巴尖削、歪斜、凹陷，腮骨外翻，皮肉鬆弛，晚年大多勞碌奔波，操心不斷，錢財難聚，子女疏離，孤獨多病，煩惱纏身，呢就係面相格局決定嘅晚年差距。我再次同大家強調，判斷一個人晚年命水好壞，晚年有無錢財，是否衣食無憂，仔女是否孝順，是否多病多災，最準、最直接、最簡單嘅方法就係睇下巴同腮骨。呢個面相技巧，人人學得識，人人用得上。好多粉絲中年勞碌一生，賺錢艱難，晚年焦慮，就係因為下巴格局偏弱，財富不穩，晚年福氣不足，需要提前佈局補救，趨吉避凶。如果你想對照自己嘅下巴面相，自查晚年運勢，判斷自己晚年財運厚薄，子女緣分好壞，是否需要提前做財富防漏運勢補救，即刻訂閱我哋頻道。我哋後續會持續更新超多中老年面相、自查乾貨、晚年趨吉避凶技巧、改運納福實操方法，教大家提前規避晚年災禍，補足福氣短板，守住一生財富福報。訂閱之後絕對唔會錯過呢啲救命改運增福嘅實戰乾貨。講完四哥本身嘅頂級面相格局，我哋再深度拆解好多粉絲好奇嘅問題。點解謝賢同謝霆鋒兩父子血脈相連，朝夕相處，性格、氣場、命格、人生軌跡卻截然相反，一柔一剛，一純失逆。年青時矛盾不斷，摩擦頻發，中年之後先慢慢和解，互相理解，傳承福報。呢個就係面相玄學當中好經典嘅父子命格相沖、骨相互補、宿命磨合現象，暗藏住家庭相處、親子關係嘅深層天機。首先睇四哥謝賢嘅面相。佢面部肌肉勻稱圓潤，皮肉貼合緊緻，面部線條柔和流暢，冇尖銳棱角鼻角，溫和不凌厲，眉眼嘴角自然大笑，神態鬆弛淡然，整體面相欺場溫柔包容圓滑通透，親和力極強。呢種面相嘅人天生情商極高，處事圓滑，懂得變通，識人，人脈廣闊，與世無爭，極少與人結怨。
做人做事通透豁達，進退有道，所以佢一生朋友遍地，貴人無數，圈子高端，人人敬重，係天生嘅社交高手，情場勝手。做人通透，活得瀟灑，懂得順勢而為，隨遇而安。而再睇佢兒子謝霆鋒嘅面相，完全係另一種極致命格，同父親截然相反。謝霆鋒鼻梁高聳陡峭，尾一突出凌厲，眉眼鋒利冷冽，下巴稜角分明，面部線條尖銳硬朗，整體骨相極具攻擊性，氣場孤傲高冷。呢種面相喺商學當中係典型嘅剛硬執着、孤高殺伐、大起大落命格。天生性格倔強、執着叛逆，原則性極強，唔懂變通，心性孤傲，不善圓滑，愛恨分明。所以謝霆鋒年輕時性格偏激、叛逆倔強，做事衝動、執念極深，事業感情屢屢遭遇波折，大起大落，坎坷不斷。人生必須經歷重重磨礪、跌宕起伏、挫折磨難，先可以沉澱心性，成就大器呢就係面相決定嘅人生軌跡。兩父子面相一柔一剛、一圓一銳、一緩一急。命格氣場完全相沖，五行相克。年青氣盛之時，子剛父柔，金火相克，自然容易理念不合、三觀相悖、矛盾頻發，相處摩擦不斷呢就係好多家庭相見好同住難嘅核心玄學真相距離，可以化解命格相沖、氣場相克，適當嘅空間距離，能夠緩衝父子相沖嘅氣場，減少家庭矛盾，化解親子隔閡。而隨着年齡增長、閱歷增加，謝霆鋒慢慢褪去。年少戾氣收斂，鋒利眼神，心性逐漸沉穩，柔和面部棱角慢慢溫潤，氣場逐漸平和。父子二人命格氣場慢慢調和，互補共生，最終實現宿命和解，親情升溫，福報傳承。其實不只係父子生活中，好多親子、夫妻、兄弟姊妹都會出現面相相克、生肖相沖、氣場不合、相處矛盾不斷嘅情況。大部分人都唔知道背後嘅玄學原因，更加唔識得化解方法。只會不斷內耗、爭吵、糾結、痛苦。而面相玄學當中有好多簡單實用嘅化解技巧、調和方法，唔使做法事，唔使改風水，僅憑日常相處方式、空間調節、心態調整，就可以輕鬆化解親人相沖相克嘅問題，改善家庭關係、和睦親情，減少內耗，合家順遂。如果你想深入了解親子面相相沖、生肖相沖、氣場不合嘅化解方法，想學習如何調和家庭氣場、改善親情關係、化解人際矛盾、經營順遂人生，即刻訂閱我嘅頻道，加入我哋老友記玄學學習大家庭。我哋專門分享家庭玄學、人際運勢、親子相處、趨吉避凶嘅實戰乾貨，教大家用玄學智慧化解生活煩惱通，透過好後半生守住家庭福報。最後我哋嚟拆解四哥留給我哋所有人最寶貴、最實用、最接地氣嘅命理啟示。好多人一直疑惑，點解謝賢先天命格優越，面相頂級、富貴長壽？除咗五官骨相嘅先天優勢，最核心嘅後天秘訣究竟係乜嘢？答案只有4個字：相由心生，心寬命長。面相學最高級嘅真理，從來都唔係先天骨相，而係後天心性。先天命格決定你嘅起點，後天心態決定你嘅終點。心態先係一個人福報、壽元運勢嘅最終主宰。四哥可以活到89歲高齡，到老精神飽滿、氣場十足、福壽相傳。除咗得天獨厚嘅頂級面相格局，最關鍵嘅就係佢一生豁達通透、不計較、不糾結、不執念嘅頂級心態。縱觀佢一生經歷，感情當中前妻狄波拉離開佢再婚生子，組建新家庭，換做普通人，大概率會心生怨恨，耿耿於懷，記恨多年，糾纏不休，內耗傷身。但四哥從來唔會咁做，佢坦然接受，真心祝福，毫無怨言，甚至可以同對方嘅新伴侶和平相處，成為朋友，互相尊重。胸襟之廣闊，心性之豁達，遠超常人。錢財方面，佢一生經歷無數財富起伏，投資得失，錢財進出。賺大錢之時唔驕不躁，低調內斂；破財之時唔慌不怨，坦然接受。從來唔會為錢財糾結、焦慮、失眠、內耗、怨天尤人、人情世故當中。佢看透娛樂圈嘅名利紛爭、是非八卦、人心冷暖，卻始終保持溫和善良、包容大度，唔與人爭，唔與人辯，唔記人過，不念人惡。呢種極致嘅寬容、通透淡然，喺命理當中就叫做寬容保壽。心寬相學有言：心窄則面刻薄，心寬則面溫潤，氣順則體健，鬱結則病生。人體氣宇臟腑健康，面相神態福報運勢，全部跟隨心態變化。一個人日日糾結、斤斤計較、怨氣纏身、執念過重，氣血就會鬱結不暢，臟腑受損。
面相慢慢變得刻薄僵硬，皺紋雜亂暗沉，氣場陰鬱壓抑，隨之而嚟嘅就係災禍纏身，小人不斷，財運破敗，健康受損，福報流失。而日日心胸開闊，看淡得失，放下執念，坦然豁達嘅人，氣血自然通順流暢，臟腑調和，心神安寧，面相自然溫潤柔和，神態從容，氣場陽光正氣，福報同壽緣自然會不斷累積，越積越厚。呢個就係四哥用一生印證嘅長壽養生改運納福最高境界。唔需要昂貴補品，唔需要複雜風水，唔需要刻意修行，只需要放平心態，看淡得失，放下執念，寬容待，就可以守住健康，守住福報，守住長壽，守住好運。尤其係我哋步入中年晚年嘅老友記，身體機能慢慢衰退，運勢慢慢定型，想要晚年安康、無病無災、福壽綿長、好運常伴，最有效、最根本嘅方法就係學四哥呢種拿得起、放得下、看得開、不計較嘅頂級人生心態。心態調好，面相自然變善，氣場自然變旺，運勢自然變好，福報自然來臨。好多人晚年運勢差，身體多病痛，財運留唔住，人際多是非，福氣薄弱，歸根結底都係心態問題導致嘅。面相衰敗，氣場混濁，運勢破損。面相係可以後天改變嘅，心態係重塑面相、逆轉運勢、延長壽元嘅核心關鍵。只要你願意調整心態，清理內心負能量，放下執念焦慮，刻薄面相可以慢慢變溫潤，衰敗氣場可以慢慢變旺盛，破敗運勢可以慢慢轉順遂。如果你想深入學習心態改運、心靈排毒、修身養性嘅深層智慧，想通過調整心性改善面相，提升晚年運勢，延長自身壽元，積累一生福報，一定要點擊訂閱我嘅頻道。我後續會持續更新更多深度玄學開悟內容，教大家如何修心改運，避凶出吉，通透處世，健康長壽，福氣滿滿，幫每一位老友記安穩順遂過好後半生。一代傳奇情聖謝賢89歲圓滿落幕，安詳離世，結束咗佢風流瀟灑、富貴體面、福壽雙全嘅傳奇一生。娛樂圈少咗一位氣質絕佳、風骨長存嘅前輩，世間少咗一位豁達通透、活得極致嘅智者。世人懷念佢、緬懷佢、羨慕佢，唔單止係羨慕佢一生名利雙收、情長得意、富貴無憂，更加係敬佩佢一生通透豁達、從容自在、體面灑脫、拿得起放得低嘅人生格局。四哥用佢整整89年嘅人生經歷，向我哋印證咗面相命理嘅終極真理。先天命格決定基礎，後天習慣微調運勢，最終心態決定一生，禍福決定晚年壽元，決定福報厚薄。佢一生用黑椒撞神擋煞鎖住富貴氣場，用頂級骨傷承載一生財運福報，用豁達心態滋養晚人長壽安康，將先天優勢、後天改運、心性修持完美結合，活成咗普通人可以參考學習嘅頂級人生範本。今日我蘇文峰拋開娛樂八卦，拋開世俗偏見，純粹從正統面相實戰命理玄學智慧嘅角度，全方位深層次拆解咗謝賢四哥一生嘅富貴天機、長壽密碼、改運秘訣、處世智慧。希望每一位看完視頻嘅老友記粉絲朋友都可以有所感悟、有所開悟、有所收穫。我哋緬懷傳奇，更要傳承智慧。學四哥嘅豁達通透，不計較、不糾結；學佢嘅藏風守住、低調聚虎；學佢嘅從容處世、坦然待人。普通人想有晚年好命、富貴安穩、無災無難、福壽綿長，就從調整心態、修飾面相、收斂氣場，守住福報，開始心寬則祿寬，神養則福生，撞神則運穩。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呢期深度拆解內容乾貨滿滿，對你有啟發有幫助，能為你嘅人生運勢、處世智慧、晚年福報帶嚟指引，懇請大家點讚、收藏、轉發，分享俾你身邊嘅家人、朋友、老友記等，更多人可以學到呢啲實用嘅面相改運、趨吉避凶、修心納福智慧，一齊修面相、養心態、改運勢、積福報、順遂一生。最後再次提醒所有未訂閱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我哋頻道嘅持續乾貨更新，即刻點擊訂閱，點亮小鈴鐺。我每周都會更新最真實、最落地、最接地氣嘅玄學實戰面相拆解、命理開悟內容，幫大家避小人、守財運、擋災禍、增福報旺運勢。我哋下期更精彩嘅乾貨視頻再見。